纵横19道，迷煞天下多少人呐！施主可有雅兴，与老僧手谈一局？阿弥陀佛。金刚之力，好功夫。施主肯予赐教，好极好极。施主功力高深，棋艺想必比老僧也高出10倍。老僧想请施主让上4子。大师何必过谦？要决胜败，自然是平下。那就让3子。即便只让1仙，也是相让。看来施主在棋艺上的造诣甚是有限呐。那就让老僧让上你3个子。那也不用，咱们俩分先对弈即可。此人不骄不躁，阴沉之极，果然非同一般啊。那好，你是主人，我是客人，我先下。不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先。那只有猜先了。你猜猜，老僧今年的岁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啊？猜得对，你先下；猜不对，老僧先下。我便猜中，你也要抵赖。那好，那换一个我不能抵赖的。你猜猜，老僧70岁的时候，脚趾头是奇数还是偶数啊？我猜是偶数。错了，是奇数。老僧今年69岁，明年70岁的时候，我的脚趾头是奇数。不错，大师请先。承让了。我右下角应付极大危险，如补一手，便将失去先手优势。反击趣味，不耻先手。老僧原有此意，只是一时难定取舍，多谢提醒。旁观不语真君子，
自作主张，大丈夫。你给我下春药，你就是真君子吗？无耻，无耻！我也不是大丈夫，我是大和尚。继续往前挖，应该快到了。再快，慢了世子就有危险。段公子，这一棋该如何下才是啊？这路棋前后共有7招，要是说出来，敌人知道就不灵了。大师的棋艺似乎尚未达到这个境界吧？下棋本来就是斗智，老僧的棋艺如果一开始就让你摸清楚，这局棋还用下吗？晚辈弟子战远县。大师这一子迟迟不落，是想认输了吗？阁下是高人，却偷袭我的弟子，未免太失身份了吧？应该就是这里。原来这儿就是一个地窖啊！解药在哪儿啊？姑娘，不要叫，我们是来救世子的。不对，不对，错了，世子应该在那边。宝宝啊，我看你跟段正淳是余情未断，要不我坏他的名声，你干嘛阻拦我呀？什么余情不余情的？我恨他还来不及呢。好极了。不过，那穆姑娘是我师姐的女儿，怎么着也是自己人，你怎么连她也……你师姐想偷偷放走段誉，结果让叶二娘发现了，她现在是我们的对头了，你干嘛要救她的女儿啊？老婆啊，我今天请的这些客人，那都是武林中的豪杰，
你对他们毫不理睬，还瞪着大眼睛走了，太不给我面子了。什么不给你面子？你请那些家伙来干嘛？他们跟咱们又没多大交情。再说了，他们敢得罪当今大理国的皇上吗？老婆，我今天请他们来，除了喝酒之外，还要让他们看看热闹，做个见证。再过一会儿，石门大开，让他们亲眼看到段正淳的亲生儿子跟亲生女儿在乱伦通奸。哎呀，这下段正淳威风扫地，丢尽颜面，臭名远扬，你说好不好，我的老婆？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，骂谁呀？谁干卑鄙无耻之事，谁就卑鄙无耻，用不着我来骂。哎，你骂得好！段正淳风流成性，没想到到头来自己的亲生儿女在乱伦通奸。宝宝，你不是在骂段正淳吧？我骂的是你，你自己斗不过段家，一生躲在这宫中缩头不出，那也就算了。你还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去摆布他的儿子女儿，天下英雄要耻笑，也不会耻笑他，而是耻笑你卑鄙无耻的钟万仇。你骂我钟万仇卑鄙无耻？我骂你，我就骂你，我骂你怎么了？你敢骂我，我就打！你打我？你竟敢打我？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怎么嫁了你这种人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！你别骂我！宝，你别哭，那我给你跪下来行不行？我坦白，这个馊主意不是我出的，段誉是南海恶神他抓来的，穆姑娘是恶贯满盈抓来的，还有那下流的春药阴阳和散也是他们给我的，我怎么会有那种下流的春药呢？我卑鄙无耻，我卑鄙无耻，行不行？你如果知道什么是卑鄙无耻，那就好了啊。万愁，你要是不赞成那个主意，我们就将那穆姑娘给放了啊！放了穆姑娘啊？不成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看不成热闹了。热闹啊？你要看热闹是不是？对。那好啊，我就做出一件好事让你瞧瞧。你要做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心里好好想想吧。啊？你想去找段正淳？你想让我戴绿帽子？你想去跟他私通？对，我就是要和段正淳私通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没说，老婆，我没说过，老婆。起来！我刚才我说错了，我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我老婆她是清清白白的。你知道就好了。咱们的灵儿到哪儿去了？哎，你看，啊，哎呀，灵儿这孩子真胡闹，竟敢管他老爹要春药，这小小年纪的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也不怕难为情。哎呀，你别胡说八道了啊！哎，你刚才干嘛带灵儿去？师兄去了这么久，完全没有消息。莫非延庆太子果真如此厉害？皇兄，你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走，再去一趟万劫谷。皇上，我们不如带上御林军，索性一举将万劫谷扫平。不到最后关头，都得先按照江湖规矩行事，这是咱们段家数百年来的祖训呐。大理段家掌门人段正明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皇帝老儿，你好啊！本谷主未曾远迎，
恕罪恕罪，请坐。啊，不必客气。段掌门光临本谷，我钟万仇是得到了很大的面子呀。小侄段誉得罪了钟谷主。今日段某前来，一是求情，二是请罪，还望钟谷主看在段某薄面，恕小侄无知，段某感激不尽。好说好说。久闻大理段王爷以武林规矩接待同道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这里是大理国的地盘，他只需派遣数百兵马，立时便可拿人。他居然亲自前来，好言相求。钟谷主，放与不放，全凭你一言。放，我自然是放了。我把你儿子留下干什么呀？啊？钟谷主，既然你答应归还我小儿，那就请你把他放出来，好让我们母子相见。当然。段正淳，你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还有这么好的儿子，你还贪心不足啊？啊！今天我就让你威名扫地，丢尽脸面。钟谷主，你若蓄意害人的话，在下自有办法让你痛悔一世。事已至此，我钟万仇即使家破人亡、碎尸万段，也要奉陪到底。你不是想要儿子吗？那就跟我来吧。跟我来吧。你爱吃不吃，反正你已经吃了。不行的，不行啊！不行不行的啊！婉薇不行，不行抱着我。皇兄，你还是在这里等我们吧。是啊，皇上。我看你就别进去了吧。你们别再劝我了，救玉儿要紧。我们进谷吧。大理段氏兄弟前来拜会钟谷主。你是谁？姓段的，既然来拜谷，为何破坏我的谷门？皇上是九五之尊，怎么能钻你这树洞狗道？什么95、96的，到了我万劫谷就得遵守我的谷规。朱万里，不得无礼。钟万仇，
我的儿子呢？你快把他交出来！哼，真可惜，你晚了一步。我们早就把他开膛破肚了，恐怕现在已经喂狗了吧？我问的是钟谷主，谁问你这个贱人了？高白凤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拿命来！住手！凤凰，别再打了。姓段的，接刀吧！王爷，我来对付他。你这个鸟人，既然来送死，我先宰了你，再去收拾那个姓段的。你快把我杀了，要不然我……段郎，我要你。木姑娘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，你还满意吗？这阴阳和合算吃了之后，你们要是不行夫妻之事，就会七窍流血而死。你们就是神仙，也挡不住。你究竟是谁？恶贯满盈。呀！段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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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梅，你没事吧？快打我！快把我打晕！文梅，快把我打晕！快把我打晕！木姐姐，段大哥，你们被困在这儿了。钟灵，是你吗？木姐姐，是我。我刚才听到那个恶人说话，我一定会把你和段大哥救出去的。太好了，你快去给我们找解药。我已经用内功封住了我的经脉，我的药力又要发作了，你得快。那是什么药啊？红妹妹，那个药叫阴阳和合散，快来救我们！好，姐姐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凤凰，别出手太狠！你到现在还帮他？你敢动我段郎一根毫毛，我杀了你！段郎，你没事吧？段郎，你疼不疼啊？你没事吧？段郎，你没事吧？你疼不疼吗？你没事吧？姓段的，你这个长着胡子的小白脸儿，打架还要女人帮忙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砍刀！你敢帮我上？我也来帮你！哪个王八羔子，吵得老子睡不成觉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不是那个乌龟王八蛋吗？
你骂我是乌龟王八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玉儿，你在吗？玉儿。你是谁啊？你是来救段大哥的吧？是啊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是他的伯父，我是来救他的。他被关在石屋里面了。石屋在哪儿？你能带我去吗？咱们把他救出来。不成，我要是带你去了，我爹爹会把我杀了的。你爹爹是谁？我姓钟啊，我爹爹就是这里的谷主。哦，他就是你爹爹啊。为了救段大哥，我还是带你去吧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打过那个丑八怪？什么丑八怪？哎呀，我还是带你去吧，一看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段大哥带到这儿，关在石屋里的。玉儿就被关在这石屋里面，是不是？这位兄台，请你让一让。尊驾不肯让的话，在下只好无礼了。段郎，亲我。不行，亲我。我不能亲你。不，我要亲你。我无视朱哈，大概不会弃教刘希儿死，我也不能让你死。仰止功力，前辈是？你是段正明还是段正淳？在下段正明。你便是大理国登基皇上？正是。你的武功和我比，谁厉害？武功，你稍胜半筹，但要是真动起手来，我能胜你。不错。我毕竟是残废，想不到你当了皇上，武功竟丝毫没有搁下。段郎，婉妹。玉儿，你怎么了？我马上就来救你。段大哥，段大哥，这小子的定力不错，服了阴阳和合散，居然还能支撑。那是什么毒药？不是毒药，是春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成全他。屋子里还有一个女人，而且是他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？对，是段正淳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。你为什么不出招？我死在你手下，那是再好不过。你的罪孽就又深了一层。你到底是谁？
我就是延庆太子，应该是你的堂兄吧？我不信。这回你信了吧？在下证明，参见前辈。我是你堂兄，不是前辈。你是故意不认我，还是不信我？证明乃一国之君，言行自当慎重。我膝下无子，因此小侄段誉身负江山社稷之重托，望前辈释放。要是我偏偏要让大理段家乱伦败德，断子绝孙呢？段正明万万不许。遗憾啊，你偏偏不是直接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，但你毕竟占了我的皇位。你尽管去调神策军、御林军来吧，我的实力虽然远不如你，可是要杀段誉这小贼，还是易如反掌。自己用一阳指跟我较量，赢了我，他自然就能出来。段誉丝毫不会武功，更没学过一阳指。大理国的皇位继承人不会一阳指，我不信。段誉自幼读诗书佛经，心地慈悲，不愿学武。又一个伪君子。要这样的人做大理国君，还不如早一日杀了好。伯父，快进来，进来一直杀了我吧。玉儿，你做了败坏门风的事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不过我快活不成了。生死有命，任其自然。小姑娘，多谢你引路，日后定会报答。站住！姓段的，今天你没有见到我老婆，算你的运气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我老婆发誓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见你了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不过，这靠不住。他一见到你这个老情种，他就掉眼泪，腿发软。你们给我滚出万劫国！滚！以后永远不要再来。一阳指的功力居然不在大哥之下，难道是我们段家的人？你们还记得吗？10年前朝中大变，当时的皇上尚德帝被奸臣杨义珍所杀，后来尚明帝在天龙寺高僧的帮助下平定叛乱。尚明帝继位只1年，便到天龙寺出家为僧了。也就是说，9年前便将皇位传给了我。皇兄，你是说……你们还记得吗？尚德帝有一个儿子延庆太子。奸臣杨义珍谋朝篡位时举国大乱，延庆太子神秘失踪，传闻是被奸臣杨义珍给杀死了。不错。如果他还活在人世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有人假冒延庆太子之名。名字可以是假，一阳指的功夫却不假。如果真是延庆太子的话，他是我段家的人，干嘛败坏自家门风？他现在是个残废，性情大异。再说现在皇位上坐的是我，
皇兄，你继位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国泰民安，百姓爱戴，别说是延庆太子，就是上德帝复生，你也不能让位。这皇位本应该是延庆太子的，因为当日找不到他，上明帝才接位的。现在延庆太子复出，按道理来说，应该还给他。皇兄，自古君父有难，为臣子的舍身以赴。皇兄，你虽然疼爱玉儿，但绝不能为她牺牲太多，否则，就算玉儿平安归来，也会成为大理国的罪人。传旨，命翰林院草制，册封我弟郑纯为皇太帝。皇兄，皇上，你春秋正盛，功德在民，上天必定保佑你。这皇太帝一事不必太着急。你我兄弟一体，江山本来就是你我同掌，我又没有儿子，立你为皇太帝，通告全国，早定名分，也好让延庆太子死心呐。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找我下棋吧？我侄儿段誉，他7岁时我就抱着他来听师兄讲经了。那孩子悟性颇高，难得呀。他自小受佛法点化，生性慈悲，不肯习武，以免杀生。不会武功也能杀人。会了武功，也未必杀人。师兄说的对，有一个人，不知师兄还记不记得延庆太子？婉妹，都是段家子孙，冤孽呀！我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啊！你是一国之君，不便和他交手。要是派遣属下去强行救人，也是不妥啊。师兄明鉴。天龙寺中的高僧，论武功是没有问题，但他们都系出段氏，也不便参与本族内争啊。正是。5年前，你建议我免除大理百姓的盐税，可那时，一来国库存储并不充足，二来我准备让位给郑纯，想待他继位时再行此仁政。得心于民，但现在我决定采纳师兄的建议，明日就下诏废除盐税。皇上造福万民，老衲感激不尽。就世子一事，老僧愿带军前往。从此向北600步，应该是关世子的事务。事不宜迟，赶快往。好，我们走。来，就这儿，挖，快点！师傅，此谷主杀气逼人，我担心。别怕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又不姓段。走。生死劫，这盘棋胜负之数，全记于此。看来黄眉大师凶多吉少。你把门砸开，把玉儿救出来。
慢！你知道15之内除了你儿子段誉之外，还有谁？钟谷主，你要是敢用歹毒的手段对付我儿子，你别忘了，你自己也有妻女。不错，我钟万仇有妻有女，没有儿子。即便有儿子，我儿子也绝不会和他的亲妹妹乱伦通奸。亲妹妹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穆婉清是你的私生女，对不对？哼，穆姑娘的身世，不用麻烦你操心。这个心我操定了。你大理段氏天南为王，独霸一方，在武林当中也算赫赫有名。各位英雄好汉，大家看看，今天段正淳的亲生儿子和女儿在乱伦通奸，像禽兽一样。孤男寡女，赤身露体，看看段家的公子和千金正在通奸乱伦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！怨你。大家来看呐！啊，灵儿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过来！哎呀，母亲，臭丫头啊！玉儿，气死我呀！玉儿，啊！哎呦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丫头！你怎么跟这个畜生在一起？玉儿，穆姑娘呢？穆婉清，你出来！来。不要脸的穆婉清呢？我没见到穆姐姐。钟谷主，你对小儿太好了，怕她一个人寂寞，竟让恋爱千金相陪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哼，现在恋爱已经是我段家的人了，你要我做些什么，尽管开口好了。怎么是你段家的人了？哎，恋爱在这食物当中，服侍小儿段誉，孤男寡女，赤身露体，自然会做些好事出来。我儿是镇南王世子，未必能娶恋爱千金为世子正妃，但是我儿3妻4妾也很正常。那你我岂不成了亲家了？其所一招，万般皆输，天意。钟谷主，恋爱继承我儿小妾，日内便派人前来迎娶，你
尽管放心好了。气死我了！我打死你！你这就不要了，那就送给我吧。岳老三，师傅有命，赶快把那个小姑娘夺回来。你奶奶的！你说什么？你拜我为师，头也磕了，难道你还想赖啊？哦，难不成你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？我不能忍！你干嘛？那么晚清呢？我究竟有几个师娘啊？你们那么多干嘛？你先去救这个师娘。哎，这里英雄好汉都看着呢。你要是连第4恶人云中鹤都对付不了的话，就会降为第5恶人，不是第6恶人呀！快放下我师娘！岳老三，你这个大傻瓜，上人家的当了！我岳老二怎么会上别人的当？你们都是王八蛋！诸位，这次多亏了诸位，才使段家的声誉得以保全，我再次表示感谢了。皇上，这小人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减盐税，恩泽天下百姓，还应我们代百姓谢过皇上啊！这次2位可帮大忙了，若不是如此偷梁换柱的话，我恐怕……巴先生，我还想请你再辛苦一趟。王妃吩咐，自当遵命。我想请你派人把那条地道给封死了。是。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甘宝宝的居室，若不把它堵死，只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，从此以后怕是天天要钻地道了。婉妹，把那个盒子给父亲吧。甘宝宝给你的是什么？钟灵的生辰八字。真是不错呀，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都给你送过来了。伤心苦后，万念俱灰，然是儿不能无父。16年前赵司误判，志带君来，迫不得已，予以未年5月归于钟氏。宝宝于以未年5月嫁给钟万州，钟灵却是该年12月初5生的，多半钟灵是我的女儿。怎么了？八字有问题吗？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万万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什么不可以啊？不可以这样做的。钟万仇要陷害段氏，我们不能和他结成亲家。原来钟灵也是你的私生女。什么？凤凰，段王爷，你好福气呀！女儿个个都那么漂亮，穆姑娘的野气和秦胡眠的性子真没什么区别。你再看小姑娘钟灵，她看人的眼神是不是像甘宝宝？凤凰，凤凰啊，你也知道的，这些年来，我只对你。凤凰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原谅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原谅你？你是王爷，有3妻4妾是应该的，更何况你还没有纳妾呢，只是有一大堆老相好而已。凤凰，我知道了，那些都是我以前做的荒唐事啊！你别说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把那一大堆老相好接到府上来，热热闹闹的过日子？是吗？
我什么时候说过想要这样呢？你当然不会说。我问你，想不想？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你骗人！清风拂面，你是不是用的就是这招，收服甘宝宝的？凤凰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管我！凤凰，凤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快请进吧！有了，各位兄弟们。谁？谁？人呢？人呢？没人啊！八成是眼花了。咱们进去吧啊！进去了。哎。快说，谁干的？我，婉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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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叫我干嘛？我不想看见你。我跟我娘走了。你千万别走啊！婉儿，咱们走吧。秦阿姨，你们先下来吧。下来？让我们下来干什么？下来好让你娘把我们杀了吗？婉妹，你别走，我们再慢慢想法子。我有一个法子，你干不干？什么法子？我肯定干。我一箭射死你，然后我再自杀，我们投胎转世，好做夫妻。这不行啊！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。婉儿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咱们走吧。婉妹，倘若你不是王爷，一面都见不着你了吗？纯哥，你想不想我？我天天都在想你。我又在做梦了，梦里又听到你在叫我。宝宝，纯哥，是我在叫你，你不是在做梦。当真是你？宝宝，是我。纯哥，我又在做梦了。宝宝，不是你在做梦，是我在做梦。宝宝，你房里是不是有男人呐？啊，没有什么男人，你胡说！我都听到了。你听错了。野男人，你等着！
跟我一起逃吧。我去做小贼，我不做王爷。我跟你去做小贼，老婆，哪怕一天也是好的。你个狗男人，我来了！你又来欺负我了，还不如一刀把我杀死了干净。我眼花了，我多喝了几杯酒，我错怪你了，别生气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没事，有什么事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见到王爷一个人大半夜跑出来不放心，我就跟来了。哎，王爷，你没见到你女儿钟庭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出来找她，但是找不到，可能她出去玩去了。好，王爷请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！我就不放！放开我！哦，原来你改变主意了，不想做我徒儿了，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谁说的？你先磕8个响头，还给我，然后再将我逐出师门，然后再磕8个响头，拜我为师，让咱们规规矩矩，一清二楚，这样老子就不会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我不干，反正呢，我也没有还手之力，你杀了我好了。你以为老子是笨蛋吗？啊，我绝对不会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哈，你变聪明了，而且变得十分聪明。那我问你，南海派的规矩，徒儿可不可以杀师傅呢？当然不可以了，只有师傅杀徒儿，绝没有徒儿杀师傅的事情。哼，那徒儿要听师傅的话，还是师傅要听徒儿的话呢？当然是徒儿要听师傅的话啦。只要你拜了我为师之后呢，你自然也要听我的吩咐啦。这就对了。现在你还是我的徒儿，我叫你把小师娘夺回来，你办好了没有？哎呀，我和云老四正在动手打架，这个小师娘的老子也赶过来了，就趁机把小师娘给抢走了。于是我要和这个小师娘的老子动手打，可打着打着，他又不肯打了。这小师娘他也走了。云老四说呀，咱们得去万劫谷杀了钟万仇。为什么？这件大事不办不可啊！否则我岳老二一辈子在江湖上就抬不起头来，人人都瞧不起我了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云老四骗你的，你不要听他的。不，我来指点你。那个小姑娘呢，她是我的师娘，已经比我大出了1辈儿。她的老子呢，就得比我大出来2辈儿，这还了得？那钟万仇是什么东西？岂能比我大出2辈儿？我非杀了他不可。这云老四还说呀，他要抢了钟万仇的老婆做老婆，这可是为了我好啊。那是什么道理啊？你看啊，这个那个钟万仇的老婆呢？也就是说啊，是我小师娘的这个母亲，她本身呢就比我大出2辈儿了。云老四要是能把她抢过来做老婆的话呢，这个也就是说啊，她就成了云老四的这个老婆，也就是我的这个弟媳妇啦。这样我弟媳妇的女儿呢，自然就比我小1辈儿。就是说，现在的小师娘就成了我的侄女了，你呢就成了我的侄婿了，你自然比我小1辈儿啊。这个到时候呢，我叫你师傅，你叫我阴伯，你呢也不吃亏，我也不吃亏，这个办法岂不是很妙？对了，这件大事不得不办，因为这个世上绝对不可以有比我大出2辈儿的人。走。宝宝，你别生气了，你看这多好看啊！爹！哼，女儿，你逃到天边，我也要抓到你！爹，这恶人又来追我！正好，我杀了你钟万仇，把你老婆闺女一块带走玩玩。
小妞别走啊！不要伤我女儿！放开我！打！救命啊！于老四，你哪来的？你不是只要干宝宝吗？干嘛抓我师娘啊？师娘，你别怕，你挠他嘎吱窝，这瘦竹竿它最怕痒。师娘，师娘，你没摔坏了？臭鳄鱼，我找门所在，为什么说与外人知道？你敢动我女儿，老子砍了你！你奶奶的，你干什么？我为我女儿出手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这老贼，居然敢占我的便宜！我占什么便宜了？她是我师娘，依然比我大出了一辈儿。那是事出有因，我也只好认了啊！你现在居然敢在我面前自称是他老子，那岂不是明摆着比我大出还就2辈儿啊？哎，老子在南海为尊，人人叫我老祖宗、老爷爷，怎么一到你们大理，就处处比别人低上个1辈儿2辈儿的？老子不干，我不干，不干就不干。她是我亲生女儿，我当然是她老子了。我这师娘如此美丽，你却丑得像个老妖怪，怎么可能是她老子？我这师娘肯定不是你生的，是旁人生的。你放你妈的屁！爹，别打了！快下去！哦，你也下来吧。后面有人抓我！放开我！别走啊！爹爹，快来救我！于老四，别动我女儿！我，臭八怪，你还敢叫我师娘女儿？我撕巴了你！我他妈！哎！